大家好，我係阿喵。喺聽故事之前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、留言、分享同訂閱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靈異系列之泰國同澳門靈異酒店。今集我會講兩個地方嘅故事，一個就係泰國酒店，另外一個就係澳門酒店。兩個地方發生唔同嘅靈異故事，而兩個故事都係由兩個朋友佢哋分享出嚟嘅親身經歷。原來講開泰國嘅酒店，真係好多人都會遇過奇奇怪怪靈異嘅事件。今集係我朋友阿成分享佢同埋佢朋友喺泰國嘅親身經歷。阿成嘅朋友阿葉，佢有一次同佢女朋友一齊去泰國曼谷旅遊，佢哋兩個選擇咗自由行，而佢哋所住嘅酒店房係212號尾房。可能佢哋兩個係仲後生，冇諗咁多嘢，知道係尾房嘅，都諗住照入住。佢哋一入到房之後，就聞到一陣陣潮濕嘅噏味，唔知道係咪陽光照射唔到入房嘅關係，仲有一種又暗又陰沉嘅感覺。阿葉一入到房之後，就諗住即刻開機，將啲日用品同埋最主要嘅叉電器攞出嚟，佢要幫佢哋嘅電話叉電。佢就喺地下度打開個篋，但係當佢一攞咗個叉電器起身嘅時候，唔知點解，明明間房咁大，佢都會撞到個電視櫃嘅櫃角，個背脊即刻撞到流血。佢就只好講自己唔小心，太過心急起身，所以先至撞到。好彩佢女朋友夠細心，事先已經準備好平時食嘅藥物同埋一啲包紮嘅用品。佢女朋友就攞出消毒藥水同埋膠布幫阿葉處理佢嘅傷口。之後夜晚嘅時候，泰國有咁多好嘢食，佢哋就買咗啲宵夜返房裏面一齊食。當佢哋食食下嘅時候，就突然之間聽到嘅閂門聲。佢哋見到個廁所門竟然好似有人入咗去咁樣，用力閂埋咗個門。但係成間房就得佢哋兩個，邊個入咗廁所呢？冷氣嘅風有冇可能可以令到個門自己閂埋㗎？佢哋就驚起上嚟，立刻就衝咗落樓下嘅櫃台，同啲職員講話要轉房。正當佢哋兩個仲喺度諗緊點樣解釋，半夜突然之間要求轉房嘅時候，個職員竟然冇問詳情，亦都冇問原因，就立刻幫佢哋安排咗轉房。感覺就好似佢哋已經習慣咗一樣。之後佢哋兩個就轉咗上面一層樓312尾房。之後第二朝佢哋起身周圍去玩。到咗夜晚嘅時候，阿葉正想去沖涼，佢就想沖涼之前幫部電話叉電，佢就走埋床邊，攞起放喺床頭櫃上面嗰部電話。佢發現部電話上面有好多沙，啲沙係似係沙灘嗰啲沙，但係佢嘅全日都冇去過沙灘，何來有沙呢？阿葉就冇細心諗，清潔好部電話之後，拆埋個電話殼，清晒好所有嘅沙之後，佢就將部電話叉電。到咗第二朝，佢哋就一早起身，去咗酒店嘅9樓游泳池度
游水。之後佢哋兩個返到入房，阿葉就再去床頭櫃度攞起部電話，因為佢就諗住都係喺酒店度游水啫，又費事整濕部電話，所以佢就冇攞部電話出去。佢行過去床頭櫃度望一望部電話，竟然發現上面有一堆沙喺度。佢哋明明冇去沙卡，何況部電話根本係冇離開過間房，點解突然凌空會有啲沙喺度呢？佢又再次喺度清潔自己部電話，個心就喺度諗：千萬唔好再有沙啊！萬一整壞部電話點算呢？萬幾蚊㗎喎。佢就一路清潔部電話，佢就一路問佢女朋友，問佢個電話有冇問題。女朋友就話佢部電話一直都冇任何奇怪嘅問題出現，亦都冇沙嘅出現。喺嗰一晚，當佢哋瞓着覺嘅時候，喺凌晨5點鐘嘅時候，突然之間，阿葉佢嗰一部電話突然之間響起，佢嚇到成個人跳咗起身，又驚嘈醒女朋友，佢就即刻亂咁撳熄咗個電話先。佢之後再睇返個電話，係冇來電顯示記錄喎，亦都冇校過鬧鐘。咁點解個電話會無啦啦自己響呢？之後嗰一日，阿葉起身，佢就又發燒又發冷，而女朋友就即刻攞佢平時食開嘅成藥，立刻俾阿葉食。佢哋兩個呢一日冇出去玩，佢哋兩個決定今次唔轉房，而係轉酒店。好彩佢哋搵到酒店，即刻轉咗過去。轉咗去另外一間酒店之後，阿葉就好離奇咁樣，再冇發燒，再冇唔舒服，個電話亦都冇出現離奇嘅沙，亦都冇奇怪咁樣響起。究竟係女朋友啲藥咁勁，一食就好返，定係好彩一早轉咗酒店，先至冇再惡化落去呢？而喺同一個月，阿成亦都去咗阿葉所講嘅酒店度住。講明先，阿成佢唔係因為聽完阿葉講完之後去挑戰間酒店，係佢哋講完之後先至知道，原來大家係住埋同一間酒店。而阿成佢就安排咗住5樓，不過就唔係尾房，係會喺同一間酒店度住4晚。去入去房間就冇咩特別嘅感覺，亦都冇噏味，係覺得對面嘅馬路傳嚟有啲嘈雜嘅聲音，地下覺得有啲污糟，因為有蟻。但係到咗夜晚嘅時候，佢房間嘅廁所門竟然突然之間傳嚟。阿成就起身去研究個廁所門係咪太大風，定係門較鬆嘅關係，但係佢都係揾唔出個原因，佢就放棄咗上床瞓覺。當佢未瞓着嘅時候，佢輾轉反側之間，見到廁所門口嗰一眼燈，自己突然之間熄咗。阿成個心喺度諗：我理吉利嘅喺度玩跟玩門都好，我唔理，我照瞓覺。聽日一早起身周圍去玩。阿成就唔再理會，繼續瞓覺。之後嗰3晚，阿成都話會發現個廁所門佢會自己閂埋。佢就同我講，佢話：咁我咪有得去閂埋個門咯。我去完廁所之後都會閂埋個門，咁咪唔會自己閂埋門咯。
樂天嘅阿成就係咁樣面具靈異怪事，亦都處變不驚。呢一個就係佢嘅性格。講開泰國，我朋友阿姨嘅奶奶係泰國人，佢老公唔知係遺傳定係氣質嘅問題，佢會好容易接觸或者感受到靈體嘅存在。而佢老公話佢哋依家住緊嗰間屋亦都有靈體。奶奶每一次清明或者重陽嘅時候，都話老爺會返嚟。同埋每個清明重陽嘅時候，佢嘅屋企所養嘅平時好乖巧，唔會亂咁吠嘅狗，嗰一日亦都會對住睡房係咁吠，唔知係咪老爺返咗嚟呢？而佢嘅屋企嘅靈體，佢老公就話其實係冇傷害性，佢只係存在喺度。佢老公有幾次喺廚房洗碗嘅時候，都會見到個灰色嘅靈體企喺佢嘅附近望住佢洗碗。而阿姨因為佢感覺唔到靈體嘅關係，所以佢唔會咁驚。佢亦都試過有一次喺廚房裏邊企喺佢老公後面冇出聲嚟嚇佢，幾咁百厭呢佢。而佢就同我分享佢嘅兩公婆去澳門玩嘅時候，住喺酒店嘅時候所遇到嘅奇怪經歷。阿姨2年前同佢老公去澳門玩，佢哋所住過一間酒店，間房好光猛，仲有一個大窗台，床邊嗰幅牆壁掛咗一幅畫。窗台同床邊就相距大約2米咁闊。嗰一日，佢嘅游完水之後，就將洗完嘅泳衣已經係冇極水嘅，就放咗喺窗台邊，用冷氣風吹乾。但係第二朝，阿姨起身瞓醒嘅時候，竟然發現嘅泳衣同埋毛巾全部都跌晒落地下。連埋衣架一齊全部都跌晒落地下。阿姨就叫醒佢老公，正想話俾佢老公知發生乜嘢事嘅時候，阿姨竟然發現佢老公左邊嘅心口位置突然之間多咗3條嘅爪痕。因為佢老公上身係冇着衫瞓覺，明明之前嗰一晚老公沖完涼出嚟就已經冇着衫，因為嗰個位置太明顯啦，冇可能係會睇唔到。咁啲爪痕係幾時出現嘅呢？係幾時爪傷嘅呢？阿姨佢係冇留指甲，亦都冇遮甲，因為佢要做家務，佢覺得唔方便。咁啲爪痕係邊度嚟呢？阿姨就喺行李度攞出膠布幫佢老公黐傷口，但係發現正常嘅膠布嘅長度係唔夠長，佢要接駁3塊膠布先至夠長，而望落去就係好似人嘅指甲爪痕。佢老公仲喺度講笑話，好彩尋晚冇自己一個人行開過，如果唔係嘅話，真係水洗都唔清。而佢哋正要退房嘅時候，阿姨就喺度睇清楚間房，執齊啲嘢未？嗰一刻，佢先至發現，原來嗰一幅畫嘅感覺係一個墳場。究竟阿姨嘅泳衣同埋佢老公嘅爪痕係關唔關呢一幅畫事呢？而阿姨嘅老公就話，其實一入房就已經感覺到唔舒服，同埋佢一早就發現幅畫係有問題。不過佢諗住應該冇啲乜嘢，又唔想嚇親阿姨，所以佢一直冇出聲。阿姨聽完佢老公咁講之後，就即刻鬧佢，話如果下次發現係咁嘅情況，要立刻出聲，要即刻轉房。大家如果去旅行住酒店嘅時候，
發現間房有一幅好恐怖，令到你好不安嘅畫，你哋會唔會轉房呢？今集講咗兩個地方，兩個酒店靈異嘅故事，大家有冇其他地區嘅靈異經歷呢？如果有嘅，可以留言或者 DM 我，同我分享。今集我就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聽我故事嘅朋友，記得畀個 like、留言、分享同訂閱，拜拜。